如果喺一般私人市場，即係簡單一啲嘅私人中醫診所咧，就主要你係即係你讀相關嘅課程嘅時候，應該老師會教咗一啲基本嘅知識啦，同埋理論啦。咁加上你即係當時可能都會學習一啲配藥嘅一啲嘅技巧咁樣。咁呢一啲係基本咯。咁但係你話有冇啲更加即係需要好專業嘅知識啊咁樣？即係以我哋診所為例啦，我哋就基本識得電腦操作啦，即係基本嘅電腦操作同埋識得點樣去配藥咁樣，呢個就係基本嘅一啲技能咁樣咯。唔同嘅診所啦，或者 NGO 佢哋嘅要求都會相對嚟講都有少少唔同，但係基本上咧，我哋所講咧就係即係你有一個基本上嘅中醫診所助理嘅證書啦，或者係配劑嘅證書咧，其實你就可以去入行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相對嚟講，你去政府或者去 NGO 或者去教研中心嗰啲咧嘅要求就高啲，可能你需要有更高嘅學歷啦，譬如係高級文憑，甚至乎係學位，即係學士學位嘅學歷咁樣先可以入行啦。咁但係基本上即係簡單，你讀過有關嘅一啲嘅證書咁，其實都可以入行㗎啦。咁以我所知就浸會都有一啲嘅證書文憑、高級文憑課程啦，即係一啲大專院校啦，或者即係 ERB 其實都係好多呢啲嘅課程可以提供到俾啲人去先去接觸，起碼有一個基本嘅認識，咁佢哋就可以選擇即係入行啊，定係即係再做其他或者再讀上去咁樣咯。以我自己為例啦，咁我最初即係入行，即係我都係讀完高級文憑就入行嘅。咁當時就係主要就係個職銜就係中藥配劑員咁樣嘅。咁做咗幾年之後，咁我就轉咗嚟而家呢份工啦。咁我而家呢份工其實最初我都係做即係診所助理，即係都係配劑為主。咁做咗幾年之後，咁即係我哋上司咧都想即係提攜我啦，咁佢就慢慢開始讓我嘅工作轉型啦。咁我就主要咧做多咗一啲對外嘅一啲嘅聯絡啦。呢一個都係即係比較少嘅，即係喺呢個行業上面，因為如果你真係做中醫診所助理，即係傳統嗰種啦，咁可能你做配劑，咁之後你就會升高級嘅配劑，跟住之後就可能升主管咁樣嘅。咁但係以我哋診所為例，我哋就除咗配藥啊、做診所助理之外，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工作範疇可以俾我哋嘗試咯。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多咗一啲嘅可能性咯，即係唔係淨係單限於我就係留喺診所嗰度，每一日就重複做嗰啲工作咁樣咯。